獅子山下係有寫唔完嘅故事。樂富呢個由老虎岩演變而嚟嘅名，承載住幾代人嘅安樂同富足。好多老友記都鍾意每日落公園行個圈，同啲街坊傾下偈，捉下棋。但係當身體追唔上心嘅步伐，呢份熟悉嘅日常可能會變成遙不可及嘅風景。喺呢個社區裏面，有個地方願意為你嘅步伐停一停，聽一聽。樂康軒就喺你身邊。每一日我哋都會遇到各式各樣嘅客人，但係有一日有一位婆婆令我印象特別深刻。佢慢慢咁行入嚟，每一步都行得好辛苦，臉上仲帶住一份無法言語嘅疲憊。佢話冇特別想揾啲乜嘢，只係想周圍咁望下。咁我就見到個婆婆隻腳有啲淤黑，都有啲浮腫。咁我就撳一撳佢隻腳，都發覺冇乜回彈。咁我就同個婆婆講：你隻腳都有啲浮腫嘅問題，而且都比較嚴重。但係婆婆話：人老咗，機器壞咯，唔使理佢，返去攝高隻腳瞓返一晚就冇事噶啦。婆婆好堅持話休息多啲就會冇事。於是我同婆婆好詳細咁講解佢嘅情況，好大因素就係血液循環嘅問題，唔係單純嘅疲勞引起嘅。咁我就即時建議佢要用Pure呢件產品。其實婆婆聽完之後都好抗拒，佢覺得佢用唔到呢啲高科技產品，而且肯定係又貴又冇用。所以我決定即刻開部機俾婆婆試用，呢30分鐘就係奇蹟嘅開始。試用完，婆婆企咗起身，行咗幾步，照住同我哋講，佢腳真係鬆返晒，行路都輕咗。佢最後決定買一部返屋企，臨走前仲不斷咁同我哋講多謝。一份感激唔只係因為一件有效嘅產品，更係因為我哋幫到你重新踏出輕鬆嘅每一步。喺樂富，樂康軒希望為每一個街坊帶嚟健康同快樂。